过哦，一步一卡赢，一步一卡赢啦！我起着，哦，足稳的，足稳的，哇，有够稳的，哇！别落惊，慢慢来。哦，要到啊！哦，坚持，先卖庆祝，哇，2分51秒。开始啊！新北康就天，我咱无信啊，有法度车做咱全台湾上勇、体能上好的保险业务员无？要到位啊！要到7爸爸这里啊！你成功啊！永远的靠山，终于啊！看到爸爸安尼爬起来完成，感觉哦，一直拍扑啊！你看，应该一直拍扑啊啦！啊，来妈妈，你讲一下，你感觉你后生安怎？阮后生足教的。哇，足够的啦！哎呀！爸爸很厉害。哎呦，拢足有感觉的咧。谢谢你。即马不是厉害的问题尔，即马是讲有机会要买着一只足大的恐龙。恐龙，爸爸讲着50万要买恐龙呢，你看伊的成绩。伊的成绩是3分2秒。